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税金有涨全民共享方案，大家拢会当分到现金6000块。财政部即马是宣布有5种领钱方式，会当直接入口做 ATM 现领、邮局现领、登记入口做，还有做名册发放这5款。若对3月22早起8点开始，就当开放登记。若登记的系统是会开放半冬，所以民众会使唔免着急，因为大家拢领有。带小朋友出去玩啊，买家用啊，吃饭啊，买菜啊。全民普发6000块，想好安怎用啊袂？财政部宣布5种领的方式，包括采登记入校、ATM 领现金、邮局领现金直接入校。另外，还有特定偏向造册发放，各伫3月22早起8点开始登记入校，预先登记。从3月22号到3月26号前5天，我们会采用一个分流的机制。那分流就是用身份证或是居留证的尾数做分流，那一天会有2个尾数。那哪2个尾数，我们会在3月20号跟财政部一起做一个抽签，然后对外公布。登记系统要开放6个月，财政部也呼吁民众唔免着急，大家拢领会到。不过，若做要伫 ATM 提领现金，爱注意人民机台顶悬有打普发现金识别大纸，嘛爱会记哩准备本人甲代领人的提款卡、身份证号、甲居留证号、健保卡号。这届发放对象包括国民驻外人员、眷属、外国籍配偶，也甲有永久居留证外国人等。爱特别注意的就是民国112年底前出世的新生儿，嘛纳入发放对象。若是有领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者特定族群，是直接入校。希望立院的朝野党团都能够取得共识，加速通过疫后的特别预算。只要预算一通过，我们就以最快的速度来发放现金。但见人工发放系统正式启用了后，会请数位部持续监测，确保系统平台的稳定。ATM 甲邮局领现金的情形，由交通部金管会掌握引导，也加强宣导，防止有心人利用政府普发现金趁机会诈骗。记者综合报道。那陆委会是对外宣布，3月25开始，进前小三通专案会扩大到所有的民众甲中国配偶，航班的部分嘛会增加。总讲拄着大节日，也是有特殊的情形，嘛会使临时加开航班。清明进前，台商、台湾学生就当透过小三通返来台湾，真侪台商拢表示肯定。小三通列车以过年专案的形式停启，陆委会10日阁宣布讲，除了原本专案会当用的对象以外，所有的国人含中国头队嘛拢会当用。从3月25号起，凡是国人及其陆配，皆可由小三通路线中转复路及回台。航班的部分嘛有增加，金的航线对逐天加1班是增加到6班，金砖航线逐礼拜加2班是增加到3班，马祖航线每礼拜加4班增加到14班。配合无固定的航班，但是会当依照需求申请保存。若拄着假期也是特殊的状况，会当临时加开航班，但是干那会当1班。航班的排班是用对等的原则去排。其他地方的国内的票价非常便宜，它借由小三通来厦门中转，以前都有非常多的案例，也是非常方便。在来往方面又还有省的一个费用，机票就很贵啊，目前呢，以前是来回大概3千块左右，所以一边就差不多2、3千块。陆委会统计2月初7到3月初9，金门小三通拢总载5869人次，马祖的小三通是载658人次，平均的载客率是15%。台商呼吁除了小三通，应该继续增加两岸空中的航点，互商务经济搁兴一寡。另外，目前还未开放两岸人员交流，包括专业交流和中国客来台。陆委会讲会看疫情的发展和整体情势搁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中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拍算要甲中国建交。洪都拉斯的外交部长有接受媒体访问的时，伊是表示，伊讲是因为咱台湾技术增加金钱的援助，因才会选择去甲中国建交。咱外交部嘛证实讲，因要向咱讨3亿美金。若咱外交部是强调，台湾绝对袂用出钱的方式去和中国竞争。台湾甲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传出邦交可能发生变化。洪国总统卡斯楚透过 Twitter 表示，要甲中国建交。洪国外长坦白讲，台湾拒绝增加金援，是因要甲中国建交的关键。Hemos propuesto en todo este tiempo un cambio de la visión de la relación entre Honduras y Taiwán, porque se había creado, si podríamos decir, un esquema
basado mayormente en temas de donaciones y proyectos, que vale la pena decir, pues son de alrededor。要甲台湾维持邦交，中国开出的介绍就是合建新帕图卡水电站3亿美金。不过卡斯厝并无直接宣布甲台湾断交，互人解读可能是对美国也有顾忌。前 AIT 台北办事处长包道格表示，相信美国捌阻止，应该是中国考虑情势，无亲像中国用心策划。美国参议外委会首席议员李启甲真侪个友台议员拢示警，中国揽中国的大腿，甲伊的空头支票是严重的错误。政府绝不会与中国进行金钱竞逐，同时也提醒中国政府切勿饮鸩止渴。外交部对于两国关系出现警讯，迄今仍努力维持邦谊。11月份。去年卡斯楚就职的时阵，副总统赖清德捌出席，将中国驻台大使谢拉是批评卡斯楚错误决策，会冲击当地真侪家庭，也佫打出卡斯楚甲赖清德伫中国会晤的相片，这个卡斯楚又佫伫讲白菜。中共的势力的这个扩张跟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这个是值得观察。相关的国安单位也必须要加强这个戒备，来去做相关的因应之道。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还颇有蹊跷。那这一件事情也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会希望外交部持续的努力。甲中国邦交是毋是也有改变的可能呢？外交部讲也伫努力，不过总统蔡英文规划4月份要去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加贝里斯访问，无去洪都拉斯，外界是解读台中断交危机早就看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伫东半部地遮方面也是有短暂雨，那其他的所在也有偏乌、金门、马祖，伫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同齐来看云图，今仔日除了东半部会落阵雨，其他的所在天气拢袂歹，日时各地拢温度拢会回升，会当到26度以上。中南部是有机会出现32度的高温，不过早暗的温差会较大。明仔载东北季风就会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会转凉，日时温度敢若剩20度左右。另外，今仔日伫西半部、金门、马祖有的所在高大雾云嘛较低，会影响能见度，乡亲爱细致。中华电中甲溪州甲界有一个废柴库放木料的回收厂，伫初8的时发生火灾，已经烧9天啊，甲当伫现场也有火势。消防队已经出动300外人次去拍火，因为这柴烧伤久，乌烟是互附近的空气拢变歹，引起民怨。环保局即马已经去开罚单。怪手开始乌，在茶堆内面一直呛烟，消防队布水线要压制火势。中华县电中镇和溪州乡交接的一个放废柴的工厂，发生火烧厝甲大已经烧9天啊！附近的民众讲，徛个内外拢臭火大味，严重影响到生活品质。内面拢烟啦，连内底嘛拢烟。即摆内底拢火有味呢。比迄个伫迄个做冷椅啊较歹过啊！你甲想啦，厝内底拢烟啦。食衫唔敢踮厝，都无早煮啦。大火是对3月初8开始烧，现场烧的面积是600平。专门放做太空包的手机和茶叶啊，遮的开着火烧的物件有3层楼遮悬。中华县消防局拢总已经出动消防员339人次、163车厝的消防车，但是伤久无落雨，加上当地欠水源，敢若会当借压残的水来拍火，管2礼拜才会当拍花。水源的供应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现阶段我们是有。现场的南侧、北侧各有占据1支消防栓，南侧的部分还有就占据一个农用的灌溉水源，最少初估还要从今天开始算，可能还要再2个礼拜。中华县环保局讲，已经查到伫遮放物件的人无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格，是违法的，而且废清法和空污法甲罚。他没有再利用资格的时候，是可以依照废清法开罚6000块。空污的部分，因为它严重影响周边空气品质，这个部分我们会依空污法可以开罚10到500万。不过环保局嘛讲，这几天当地的风场拢是加风速，大气扩散的条件歹，空污影响的范围是有限。PM2.5的高峰达72克，敢若出现伫初8迄天，而且无5分钟就开始降。目前规个数值拢算是正常，会继续来监测。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经济部决定讲，今仔日要召开电价审议委员会，平均的起伏可能会达到11%，产业大户相关会起到15%至20%。若民生用电是逐个月500度，也是700度以上的才会起。审议委员会今仔日会做出决定。来关心自由时报，南韩一个姓金的查甫人，以出国佚佗，可以当赚大钱做理由，成几人的韩国人来咱台湾管理机房，逐个月的薪水是10万块至12万块，短短7个月的时间尔，洗钱就洗超过台票83亿。昨昏警方抓到这个组织。继续关心联合报，一个重度的肌肉萎缩症的身心障碍者弱智啊，3天前向新北市政府的社会局申请1日24点钟个人助理服务，等于是1个月，伊是需要744点钟，不过社会局敢若获得逐个月60点钟尔，因为差伤济，伊全提出行政诉讼。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即马是判新北市政府败诉，认为社会局应该考虑弱势者的需求，若专案也可以当上诉。国内昨昏是新增加8800外的本土病例，已经稳定在下降。3月20后礼拜开始，轻症就唔免通报嘛，唔免隔离。不过疫情指挥中心有提醒民众，总共胃着了后会喘气困难，有动症的警示，也是要赶紧送病院。另外，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是表示，会阁观察2礼拜，总共顺利，就有机会伫4月份的时，甲疫情指挥中心降级。新冠本土疫情持续降低，16礼拜是新增加8855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是降5.8%，死亡有37例。顶礼拜本土基因定数也是以 BA.2.75 为主流病毒株，占7%。不过头一遍验出2例本土 XBB.1.5，分别是中部10外岁的少女加北部50外岁女性，2个人拢是轻症中和感染。它会导致一些轻症的这个重复感染的几率会增加哈，那这个免疫逃脱的优势也可能会导致一些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人再感染到哈。本土疫情转好，20后礼拜开始轻症免通报隔离。指挥中心表示，新制实施了后，民众若做家己快筛阳性，而且出现喘气困难、胸坎杂杂、意识无清醒、背大动症警讯，都要赶紧就医。医护人员若确诊，嘛无建议上班。染疫的医护人员呢，在发病或采检后的5天内不建议上班，建议他是在家休息那由机构来订立支持性的给假政策指挥官王必胜讲，国内陆续放零防疫措施，后礼拜轻症免隔离上路了后，会先观察2礼拜，同时甲医疗院所沟通，评估院内防疫降级，若做一切顺利，会当4月提早进行，将新冠肺炎为传染病防治法第5类改做第4类，也是指挥中心降级。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的无人机伫乌海摔落来，美国讲是俄罗斯拍落来的，不过俄罗斯讲唔是。美国即马有对外公布影片，2个国防部长嘛有针对这件代志通电话。我国大楼公布美国无人侦察机 MQ9 波罗海进前的画面。MQ9 伫咧飞行中，俄罗斯的苏27战斗机自后壁飞来，并且倒燃了，应该是要干扰无人机的光学仪器。美军表示，苏27第2名瓦军时阵，共一台或者是另外一台正伫咧军装 MQ9 的战机，弄到无人机的风叶啊，才会破海。也毋过对画面看，还阁规台好好。这段42秒的内容，并无看到倒燃了，也无俄罗斯战机攻击无人机的情形。美国讲是烧浪造成画面停来。双方国防部长19正罕见的对话，是去年10月以来第一遍。美国讲沟通会当防止以后误判。俄罗斯是讲韩背股是为特别军事行动所设立，是美国家己无遵守。United States will fly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Если вставать на эту логику, 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округ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имеет тот же самый статус, что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ад Черным морем. 俄罗斯讲会试看敢有法度甲无人机好起来，不过美国是讲，就算俄罗斯甲好起来，也找无有任何军事价值的物件。We know that the intercept was intentional. We know where it landed in the Black Sea. It's probably about maybe 4,000 or 5,000 feet of water, something like that. So any recovery operation is very difficult at that depth. By anyone. 就伫这个时阵，波兰宣布要提供乌克兰米格战斗机，是第一个满足乌克兰想要伫战斗机的北约成员国。总统杜达讲，数量大概伫11到19台之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南韩的总统尹锡悦伫昨昏伊是去日本，和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会谈。这是南韩的总统12年来头一届去访问日本，互看做是两国的关系变好的开始。也毋过，就是日韩峰会举办的时，北韩伫16早起昨早阁发射一粒飞弹。看夫人真正死的手，南韩总统尹锡悦16早起坐专机要去日本东京市区，加入日本南韩人进行午餐会，也为美韩加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会谈做准备。这是南韩总统除了参加国际会议以外，12年来第一遍去日本，外界认为是两国关系新里程碑。在这边会谈进程，双方已经进行过3天的局长级会谈。南韩确定要向 WTO 世界贸易组织撤销对日本的提诉，日本也因此决定启动停输，撤销对南韩的出口限制。岸田文雄甲尹锡悦伫咧会谈时阵，岸田讲未来愿意甲南韩用各种形式，确切进行领袖之间的沟通甲交流。强化伫咧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合作。尹锡悦是讲，这边办双边峰会有特殊的意义，希望改善两国关系。 오늘 도쿄에서 기시다 총리님과 제가 이렇게 만난 것은 그간 여러 현안으로 어려움을 겪은 한일 관계가 새롭게 출발한다는 것을 양국 국민들께 알려드리는 특별한 의미가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两国伫咧日韩关系出现和解的情形时阵，北韩16早起，各自平壤附近向东平射一粒 ICBM 等级的洲际弹道飞弹，飞弹伫咧飞1000公里远，高度达到6000多公里了。上尾啊，咱伫咧日本经济海峡以外，要怎面对北韩所造成的区域安全威胁，也是尹锡悦这边访问日本的重点。公司新闻，但是东北报。 同年2月初是发生大地震，伫东灾区的东南部瓦近苏迪亚的边界，即马搁咧落大雨、造大水，有造成10多人死亡。伫我伫非洲的东南部，即马是伫落暴风雨，嘛造成马拉维上无有225个人死亡。桥面就像吹气的饼共款断去。 托尼基东南部瓦近叙利亚边界的几个城市，过拢是安尼，互人惊吓过面。2月初的8年大地震，造成48000人左右死亡，部分岛国一级的灾民因为无依无靠，暂时住伫货柜厝避难，煞伫这场大水中失去性命。外电引用的官方统计显示，灾区2个省伫24点钟内落雨量分别达到111毫米甲136毫米，也阁有气象单位传来的歹消息显示，遮尔啊惊人的雨势，也阁继续到这个礼拜六。南美洲国家秘鲁是拄到暴风侵袭，虽然无传出重大死伤，也毋过受灾地区瓦近首都利马，引起政府高度重视。 Lo más cercano que ha estado ha sido entre 450 kilómetros. Actualmente está cerca de los 800 y el desplazamiento está un poco más al sur-oeste. Entonces, de acuerdo al escenario más crítico que ha hecho el Senami, 根据官方统计，利马市7个灾区内，拢总至少有100栋厝因为暴风雨毁掉了。镜头转去非洲南部的马拉维，扫过当地的北风，带来除了是吹狂雨，也有严重的土石流灾害。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讲，真侪罹难者是互土石流活台，也是因为徛家倒去煞来死亡。马拉维政府除了搭建30个临时避难所，有计收容2万名灾民，也宣布刷落来2个礼拜全国为死难者哀悼。公司新闻请家真编译。 物价起钱变薄，为着要压制通货膨胀，北欧的瑞典甲美国同款，用调管利息的方式来应用。若即个寒天，瑞典的电火钱嘛起甲真凶。即马伫瑞典，食的用的弄得起。瑞典原本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也毋过即马民众的生活开始出现困难，侪人需要援助，排队咧等领食的物件。 2月底透早天未光，斯德哥尔摩中央车头前已經有真濟人伫大風勢內面排隊，但要領要錢的棒。As you see, so many people coming here to the breakfast. During these 13 years that I run thi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Homeless.Life, we never had so much people.
讲是社会福利真好的北欧国家之一瑞典，最近受到通膨的影响，造成生活成本的危机。经济学家讲，这危机一开始是受到俄乌战争的冲击，互能源和进口的物件继续一直起，但是速度在可能一直落，通膨阁一直升悬，政府开始起利息，或者侪人厝内负担变重，需要救济的人愈来愈多。Previously, we mostly saw persons living on the true margins of society. Now this has changed. Also, children with families, elderly people, people who are on sick leave, all are struggling to make ends meet. 虽然政府起利息起到安尼，嘛是无甲通膨压落来，这个敢让电价大起，互瑞典的物价一直起嚟。Ägg och mjölk och smör och fil och yoghurt och sånt och grädde och sånt som man vill ha även till vardags. Ja, är mycket, inte dubbelt så dyrt, men det har ökat säkert 50%. 为了摆互两位数的通膨阁一直起嚟，瑞典央行讲，今年4月阁要甲目前3%的利率阁一摆调起1码也是2码。专家烦恼，因可能比其他欧洲的国家阁较早经济衰退。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矽谷银行倒去了后，以财富管理服务为主的第一共和银行，嘛爆发侪人来领钱出现危机。《华尔街日报》即马就报讲，有11间大银行同齐投资美金300亿，要来帮助这间银行渡过难关。这间银行的股票自本开盘的时是落的，因为有人来救所以盘中由乌变红。来关心法国的国民议会今日就准备投票，要决定退休改革方案。不过因为执政党烦恼无法度通过，就宣布讲要动用宪法强制通过这个法案，引起朝野拢不满，民众嘛随行出来抗议。有7000人自发性到巴黎参加示威，警方是放催泪瓦斯甲因赶走。来关心洪都拉斯拍算要甲中国建交，美国国务院伫今仔日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的特别顾问陶德3月17至21会去洪都拉斯，还有巴拿马去访问，卖甲这两国的官员见面。镜头搁等下咱讲来关心前立委罗志明，也有海军退伍的少将夏福祥牵涉到强谍案，伫昨昏互高雄地检署起诉，认定因两个人对民国102年开始就互中国统战去，6年来有招48个退伍的高阶军官去中国游览接受招待。前立委罗志明涉入强谍案，最近一摆路面伫1月19迄天检方控告成功，伊甲海军退役少将夏福祥拢互受压。最近2个月前早，检方伫10日将2个人以违反国安法起诉。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军经陆委会公告为具政治性之准官方社团，也为中共统战部附属团体，尽遭吸收后。长期安排引介国军退役将领至对岸。检方查出，罗志明甲夏福祥为民国102年起接受中国统战组织甲势力指引，诱惑国内退役高阶军官，游说因去中国接受落地招待。相关人员透过询问组织，敢是有意到中国大顶话题，经诸退将，佮介绍政治人员诱惑吸收。国内至少48名退役高阶军官后应该接触。根据了解，包括陆海空三军甲海巡顶单位招待出团次数13摆，其中疑似有捌担任总统府第2局的高官。我们会透过各种退伍军人的社团啊，还有利用访视的时机，以及本会的官网、脸书啊，提醒退出役官兵啊，切勿违反相关的法律，泄露国家机密。国防部表示，退役将官由退伍会管辖，应该由退伍会回应。退伍会强调，也提醒退役官兵谨慎参与活动，避免打掉安全。另外，这48名退役高阶将官，那经过3审定案，确认有罪，会有适当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咱金门二打岛一个姓陈的兵仔收水收去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是表示，这个阿兵哥无想要返来台湾，所以上紧后礼拜1伊会陪家属过去中国甲看。有风声讲，这个阿兵哥是因为欠银行欠30万，即马佫别讲伊嘛欠地下钱庄。陈玉珍表示，根据伊的了解，确实甲债务有关系。金门二打岛姓陈的上兵进前失联，去互中国的海警救起来，即马人伫咧对岸。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讲，
中国同意予家属争取探视，伊上紧会伫个20陪家属去中国，并且有咧讲，圣诞的上兵伊无想要转来台湾。根据陆军的报告显示讲，圣诞的上兵伊欠4间银行30多万，还佫有按月咧还。不过即马有传出讲，伊嘛有欠地下钱庄的债务。官兵离营，是毋是甲这个债务的压力有关联，引起疑心？这不是军中的那个管教各方面经济的问题，是财务上的问题。应该是比较偏向这一方面。陈玉珍证实讲，圣诞的上兵伊伫个车到离营进前，伫个早起6点外个出现伫个海边啊，有敲电话转来台湾。按若讲伊是敲互谁讲啥，这拢还佫爱调查。圣诞的上兵是毋是有来出卖军事机密？退伍会主委帮世宽无认同，不过有咧讲失联的时间点实在真歹。他懂什么？我情报次长去都没有人来问我，你们的飞弹部署是如何，兵力多少，他能干什么？只不过做一个象征性的吧，一个叛逃吧，或者他也可以讲的有勇迷失，有错方向吧。国军方要求讲军纪无好，少年所爆发出落枪欠骂。帮世宽认为讲，对日经新闻的报道到上兵失联，这拢唔是枪拄枪，无排除讲背后有阴谋。我是觉得这些事情发生接二连三，好像不是那么巧合，是，所以我才发自内心的提醒我们的跑者。在这个时机啊，谨言慎行。针对退役将领去中国参加黄埔校庆，立委烦恼讲，中共结合圣诞的上宾案来操作这个统战的议题，呼吁退伍会要建立应变机制。帮世宽有咧话讲，做军人都爱谨言慎行，爱来强体无好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那中国即马伫半导体产业是一直拢有野心。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就表示，中国的技术是慢咱台湾5-6档。全世界的半导体竞争，美国即马目前的政策是要阻挡中国技术来拖慢中国发展。张忠谋嘛头解公开表示支持。现场人挤人100外的国内外记者。15国驻台大使代表和几若百个听众，在听候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和《晶片战争》作者米勒进行这场半导体设计对谈，针对地缘政治冲击晶片制造。米勒讲，现实比过去更较危险。张忠谋问伊讲，若无战争，免怎预测未来5档、10档的晶片供应链的状况。It's clear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bifurc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especially at the leading ed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面对中国大心肝在发展半导体，张忠谋讲，中国的技術差台灣5-6檔。伊嘛首度公開表態，支持美國推縮延前中國半導體發展的政策。Part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is to slow down China's progress. And I really have no quarrel with that. In fact, I might say I support it. 也毋过张忠谋并无认同讲，有几名美国官员讲台湾是有危险的所在，嘛甲台湾列作友好外包盟友，要求台湾半导体去高成本的所在设厂。伊指出，半導體已經是生活必需品，甲成本關係真有關係，甲生產基地刷去美國，無符合降低成本的趨勢。And our estimate of the U.S. cost was 50% higher than Taiwan cost. I found out that was an underestimate. So it has some impact on the further expanding ubiquity of the chips. 张忠谋《俄羅晶片戰爭》這本冊，敢若講就要小可修正過度強調政府佇台積電成立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因為迄時政府並不是甘願投資，也毋過伊規講李國鼎先生來促成。副總統賴清德嘛佇開場致辭，強調台積電是咱台灣的驕傲。面對中國威脅，台灣甲台積電並無兩難之處，台積電應該留佇伊出事大漢勇壯的所在。記者綜合報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中华溪酒伫昨下晡3点左右发生轻航机摔落来意外，消防局接到报案了后，有赶紧去救，也毋过去到现场，教练也有一个日本学员拢已经死亡，事故的原因搁爱调查。轻航机落来地点火分庆正大，救援人员虽然赶紧到现场，不过飞机顶2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并无送医急救，因为弄甲正大力，机身甲零件嘛烧甲规个变形臭焦，差不多认袂出来。警消伫事故现场搜查相关事情，要查清楚原因。昨日下晡，这台轻航机为中华溪州的这个飞行场起飞，下晡3点左右准备降落时阵发生意外。落伫个落水溪边啊，宝华附近，现场火不遮大，警消出动5个分队，17个人到场抢救。死亡的是一个来台湾体验飞行18岁日本籍的学员，也有一个姓林的轻航机教练。轻航机的一个事故啊，那我们派遣人车接近现场的时候，到达现场去看的时候啊，都已经起火了。那个机下的2名的成员也都明显死亡，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现场就扑灭火势之后，交给警方来做后续的处理。现场看到的人，甲警方转达，当时轻航机正要降落，好亲像因为降落失败要停飞，煞向快速落落来。这位飞行场是属有合法的场地，范围有5公顷。昨日下晡天气的状况甲能见度拢算良好，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因素，致使到这个意外发生。后续警方爱搁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东石的大塘港区农地大概有77公顷的林地，去年8月份的时是租予光电业者要去设太阳能板，也毋过当地乡公所也有在地民众是不满大塘，事先拢无参详，就甲土地租出去，烦恼会影响当地生态，昨昏徛出来抗议。有布条啊，大声抗议！嘉义东石的台塘港区农场大约77公顷的造林地，去年8月租予光电业者了后，最近传出要刷走现有树林来种电，和当地村民强烈反对。这树啊，拢啊活活呢，这毋是死的呢，毋是不良树上的农地呢。村内挂反对布条，不满大塘无事先沟通就出租土地，多位村长组成自救会，向大会16早起加开临时会，要求大塘校长说明，就100位村民也校长抗议，积极破坏生态环境。会当拖28公吨的氧气互咱呢？啊，你77公顷，看你安尼对咱这生态破坏偌济？公所绝对是交乡亲大家徛做伙，因为这对咱地方的这个生态环境。啊，佮有伊的景观，尤其是东墘是东石的这个门面。蔡玲玲的树林是民国90年左右，农委会要减完 WTO 带来的农业冲击，补贴甘蔗园修经造林来征求。大塘解释造林定位是做经济林，时间到就刷土做材料，即马出租也是响应政府净零方案转做绿电。林相不佳啦，这个尽量较不好的所在，低洼地、盐分地、淹水地。3方的所在咱考虑大家是不是响应政府来做这绿电？种20多年就万丛的绿树，村民积极扑条是影响生态。对此，大塘表示，相关规划还未定案，会将村民意见带回公司进行研议。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高雄，高雄的大公山有2件时期日本兵做的炮台甲碉堡，也毋过已经趴远真久啊。一寡游客即马会走去遐浪险，嘛有人会走去遐喷漆甲破坏。文书工作者即马是呼吁主管机关爱检讨这位置，做好文书的保存。大石头用红漆喷于大江山秘境，向前一点的2前日军炮台入口。16透早，大江山3字已经互砍掉，但秘境2个字也是真明显。机密内底壁面阁留着日军的坐标，边仔煞红装铁腿破坏着部分的壁。看伫文书工作者眼内，但会使摇头。寿山的西海岸也不是被喷漆啊，现在是在大冈山这边，因为我们的主管机关的教育性都不够。伫高雄大冈山的炮台是1944年起的，过去用来防守公山机场甲美乐海岸。战后由国军接管，随着武器进化，已经无战备的价值。伫1995年改变了，渐渐废弃，因为内部地道、弹药的仓库甲棕榈石保持完整，吸引真侪游客来参观。想到嘛，因为安尼互破坏。公部门的土地管理单位还是要有一些那个
管理措施了哈。我们其实要从整体的早期的日治时期的防御系统来看，才能确定相关的文史价值以及相关它的历史意义。文化局表示会介入了解文字价值，国军嘛会派人巡查。文书工作者表示，当地是由高位宣号甲棕榈石组成，会随时间也是地当顶原因落落来，机密有一定的风险。呼吁游客唔通一个人去，嘛要发挥公德心，唔通乌白破坏相关设施。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那南投水里是要保存传统的茶油，有起的过程。课程来教学员，学员会当家己贴、家己起，佮头一届试烧，尾安尼是真成功，学员拢讲真有成就感。看到家己的猎图开罐节节出油，当咱看到家己亲生囝出世同款，艺术班的班员拢真欢喜甲期待。南投县文化资产保存技术当中，传统抓油修作技术的保存者，嘛是课程的指导老师林国良。所以检查了后，对这班员的表现也是真满意。这一次的一个烧烤的过程的当中呢，我发现这个比原来的预期的都还有效果哈，那也有很大的变化。那每个因为学员他来的泥土都是不同泥土它产生的这个效果都有它的各自的特性哈。那也让这个传统的柴烧呢不用上任何颜色，可以烧出差异化来哈。我故意做成青瓷，我上的是青瓷釉。所以它烧出来的感觉就是柴烧的青瓷，对的表现，应该算很满意啦。唔那作品是家己做的，连这油嘛是家己贴好收好的。这班文化局所开办的传统抓油修作技术保存研习，经过要2年的上课，已经来到收尾的阶段。看到众人齐心修复完成的烧油，试烧成功，班员大概是拢感觉真有成就感。这次的作品有很多的惊喜，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当然，它每一个都有每一个它的独特性。都是出来那个工业产品就是完全一模一样，那柴烧就是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所以有人喜欢做这个柴烧的，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好处。现代因为电油、加速油免炒茶、插电就好烧，传统抓油修做，即卖已经渐渐咧失传。不过过去的南投猎土咧出名，就是靠这茶烧温度甲特殊的手痕手路。但南投的水里抓油并开课，就是望大家学到烧油的技术，嘛互传统的智慧继续传承，袂失落。记者综合报道。嘛是传统的智慧要传承袂失落，这是国立的历史博物馆。在2018年时开始整修，按算在今年的12月底要停止营运。在昨昏，因就先推出修理厝尾顶的影片，记录师傅修理古迹的辛苦。史博馆的屋顶是我目前所接触到的瓦片的零件里面最复杂的。彩色的厝遐是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特点，清代样式，真济遭受等等，阁爱考究。影片记录师傅安怎修好，嘛讲出因的辛苦。有做了要40档的师傅就讲，参与修好，嘛是咧修复人才。那幕后的工匠通常都被埋在背后看不到，所以那个在社会比较不注重工匠的这一个。怎么讲？这个身份的时候，他就不太会能吸引年轻人来投入。黄英贵讲，这几档政府推动老厝古迹修复，全台湾的师傅老经验的可能才剩50-60个，甚至搁较少，年纪平均伫50岁左右。嘛因为培养一个师傅至少要10档，所以真好传承。即马文资局有开一寡相关培养的课程，虽然起步较晚，总是赢过，啥物都无做。我们过去常讲重视公益，但是事实上我们只重视那个义那个公都没有重视到啊。那公益的伟大，其实它是透过人的力量而产生的那个艺术成就。文化部嘛表示，这几档少年线推动三合合作顶计划，这个书博馆用这机灯来处理厝遐片的影像记录，和外界透过林北者的修复师傅。馆长嘛表示，这个修理厝顶总共用了78000挂片的厝遐，馆底旧的6000挂片的厝遐，会整做文创商品再利用。嘛年底重新开馆。记者台北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拜六礼拜休困时啊，真侪所在拢有艺文活动、艺文表演，也有街头的表演是闹热滚滚。其中内底有一寡是表演特技的马戏团。
和传统的马戏团无共款，即马现代的马戏团是重视舞台、服装、音乐，也有剧情，而且佫会运用科技甲多媒体，即马已经成做一项综合技术。演员呢，毋但爱电特技，嘛爱跳舞、演戏甲讲故事。明仔载暗7点半，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带乡亲同齐来看这个少年的街头艺人安怎展功夫。夜数风腿、拍风雷、扫大拳、好舞，这种伫咧平常时罕得看到的表演，常常出现伫咧老城的市场和街仔头。一场街头艺人出身的艺术工作者斗阵合作，运用本身的技艺功夫，做现代演出的马戏剧场，带观众和在地居民用无同的角度侵入在地生活风景。他们这种马戏、这种舞台剧、这种很与人贴近、很直觉式的这种表现方式，会帮在地提炼出一些跟以往很不一样的内容。很多人都会说，街头艺人就是什么公共空间最美的风景。但是现在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让观众看见这整个街头。那身为一个街头艺人，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更街头了，对，我觉得很棒。团长吴主义因为马戏往来世界各国，接触到最种表演艺术的形式了后，伊từ 2019年发起在现地6年编创计划，招一寡幼稚做伙电影调查，激头脑，行到台湾各地，透过身躯的感受，思考表演甲这道土地关系。往往每到一个地方，这群青年的艺术家可以受到一轮新的刺激，然后重新的好好的跟地上的土地、泥巴、大自然的空气去玩耍，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让自己蜕变出来，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去了解我们跟周遭之间的关系。每个人拢对家己的土地是关心的，是介意的。安尼，咱要讲要爱家己的土地，要讲家己的故乡要安怎发展嘛好，还是讲要互这个所在变较好一寡。我感觉这拢是一个足大的力量。做艺术表演并不是介好专家。一群少年人，因拢唔是读表演艺术本科出身，不过将家己的兴趣发展做事业、职业，希望有愈来愈多人会当重新看待家己的故乡，和台湾这块土地愈来愈好。记者吴定武、黄文良综合报道。海龟食到塑胶死亡，这款新闻不时拢有。即马伫巴西东部的迪林达迪岛顶头，这个所在是重要的石鼓保护区之一。不过最近，伫这粒岛顶头有发现讲，有一寡石头顶头有塑胶的材质。研究中捡到塑胶棒，有的是甲绿色塑胶物质完全融合。巴西东部外海的特林达迪岛是地质特殊的火山岛，长期以来吸引科学家前来研究。即马所发现捡到塑胶残骸的研究，当地生态环境有进步。Que são provenientes principalmente de rede de pescas. Né? E esse é lixo muito comum nas praias da Ilha da Trindade, que chegam pelas correntes oceânicas e se acumulam na beira da praia, através de processos de aumento de temperatura. 这几年科学界对人类世的概念，拢有讨论，记的就是人类活动会当创造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也是人类半下地球资源。伫地质记录上永久不灭的证据，巴西研究人员都照着化学分析试验，找出一寡插伫加热间中的塑胶物质类别。因认为塑胶岩石出现，就是人类活动已经影响地质循环的证据。也毋过，特林达里岛唯一的人类居民都是巴西海军，因伫岛上建立基地保护作秀的青海龟。E o local onde foi encontrado essas amostras é local de preservação permanente do Brasil, né? No Parcel das Tartarugas, que é a próxima área de maior desova de tartaruga verde do Brasil. Tem uma biodiversidade única.
根据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巴西沿海甲西南大西洋有90%的细只青海龟去食到塑胶，长期尾可能造成死亡。特林大地岛是全球上重要的青海龟保育区之一，当年拢有数千只海龟前来洗卵。即马当地政府爱面对的煞，毋若是食到塑胶这尔简单，连地质拢充满塑胶物质，规个生态系统拢面临风险。公司新闻有眼编译。那地球暖化、气候反常、海平面野悬，斐济这个国家2014年开始，因就有出现全世界头一批气候难民，因为海平面野悬，国不将爱搬所在去大迁村的案例。目前这个国家也有600外沿海的社区有海水淹去的危机，其中有42大上界危险。南太平洋的斐济是由300外岛屿组成，日头光、海沙坡风景真水，真侪人来度假村放松。不过因为海平面上升的速度真紧，真侪所在可能拢会被海水淹去。The whole place is underwater. You sometimes you sit out here and you look out into the ocean. You can see, you can know that the water, the sea level has risen. 斐济90万人口，有7成住伫咧沿海地区，当局估计有600外社区受到海水倒灌、土壤咸化影响，其中42个村情形真严重，就要伫咧10年来搬走。不过离开世代相传的渔业生活，对村民来讲是甲人生的根规个挽起来。They depend on the sea for their source of income and living. Once we take them away from their villages, it's like we are disconnecting them from the traditional duties they have to perform to their chiefs. 有一寡较细村，抑搁伫咧甲海水拼，搭临时的悬卡厝，希望政府加强保花保护土地。不过就算无爱搬，大海也已经毋是原本的模样，因为海水暖化，抑搁有外国渔船掠过头，怎么拢掠无啥鱼，也确实发生强烈热带气旋，和出海风险变悬。Before it's plenty fish. Before the size of the fish is big. Now, just like this. 在过去120年来，全世界海平面已经升悬20公分，西太平洋上升的速度又搁是全世界平均的2-3倍。先进国家过度排碳，造成气候暖化是上大凶手。不过，需要碳排污染上少的太平洋岛国加南亚国家来承担。哈杜外外长科菲就宣示讲要建立原宇宙数位版国家，或者全国每一个岛屿加地标。就算以后国家规个拢互海水淹去，不过历史文化爱永远存在。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天气报道再来关心，今仔日东半部也是有地渐雨，那其他的所在也有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拢是侪云到好天。当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是25度。继续关心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